野生动物含人类的冲突，真侪所在拢有。伫印度，就一只象走入去田里要找物件食，是互当地人是惊到要死。也若伫法国，因的农民是认为讲野狼会伤害因饲的羊仔，所以要求政府，互因看到野狼的时，会当稳准甲野狼断死。象伫田内面行来行去，民众敢若敢远远啊看尔尔。这只象礼拜是装入去印度的东部，一块田内面，互动作不受损，村民真惊。सब कोई डरे हुए हैं क्योंकि आसपास घर है ना इधर तोड़ने में अगर बहुत नुकसान हो जाता है ना इसीलिए हर कोई डरता है इसीलिए रिक्वेस्ट कर रहा है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निकाल लो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निकाल लो 伫附近象南区的管理员已经到现场，目前正在想办法，把这象赶出庄仔头。即卖因为象的生态地渐渐拢互占掉，象拢入去人生活的范围咧找食的，伫印度是愈来愈定看到。印度的农民惊象，伫法国大概是惊狼。专门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白云公约委员会通过提案，甲普龙的保护等级对严格受保护降到受保护。部分农民是欢迎这个决定，因为狼会攻击牲口造成损失。目前法国政府已经补贴农民设置防护网，而且准因自卫性断死农者。但是有真侪农民一直认为讲安尼无够，进一步要求要有防性断死，主动垃圾普龙。On arrive à un moment où les loups ils attaquent devant nous, ils attaquent à 10 mètres, à 20 mètres, à 30 mètres de nous, en plein jour, au milieu des chiens, avec des meutes de 7-8 chiens. 不过，环保人士是指出讲，扩大抬农者会破坏农群的社会结构，有可能造成农群的行为更较歹预测，造成牲口的损失更较严重。而且自然生态已经真脆弱，无应该个人为的干预，互农群可能搁一摆来绝种。普龙是欧洲的原生物种，嘛是食物链真顶悬的掠食者。过去伫人类持续捕杀之下，野生的狼伫法国是完全灭绝，这嘛造成食草的动物是过度生态，冲击生态平衡。1992年开始，狼群搁一摆入去法国，成长甲真紧。目前差不多1000只，要安怎防范损失，搁莫伤害动物，确实是一个难题。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